PPAP Yes, a deal! This deal is big. Wow, big deal! 榴蓮般的雕配上進監偏咗路線的雕。哇！你正在收看拳賽掛板儀式，星期三過得榜就梗係赤裸裸的啦。郭思林都要噶吧？係啊，重咗啊！我真磅到啊！唔好緊張啊，其實係公斤唔係磅啊。而今次 E1 World Championship， 郭思林就要同劉家良徒孫對餡爭奪 MMA 女后，但人家呢學過好幾年洪拳噶吧？其實信心咧上咗台就一定要有噶啦，即係冇人上台係會諗住輸噶嘛。咁經過完第一季之後，我個人堅強咗好多嘅，即係都會喊，但係我係成日喊，我係因為好容易感動啊，我係好眼淺嗰啲人嚟㗎。而男性藝人方面呢，就有佢哋爭奪嘅就係75公斤拳王啊！